葵涌區憑藉佢嘅地理優勢，向來深受工商業用家青睞。近年區內工廈逐漸轉型為新興商貿樞紐，帶動區域發展蓬勃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嘅放售物業，位於葵涌華星街8號華達工業中心 A 座低層單位，建築面積大約2844尺，單位自帶半倉半寫字樓裝修，樓底高12尺7寸，空間寬敞實用，並且配備 150A 大電，可即時交吉。另外，大廈可以容納40尺嘅貨櫃車停泊，而且配備專用貨台，貨物裝卸高效便捷。大廈距離葵涌貨櫃碼頭約10分鐘嘅車程，而直達香港國際機場亦都只需要大約30分鐘。交通網絡完善，配合區內工商業轉型同埋基建利好，具備強大增值潛力。物業現時尺價低水，絕對係自用或者投資嘅理想選擇。有興趣嘅朋友，歡迎隨時聯絡美聯工商。